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适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受到外围股市的影响走了一个独立的行情。胡适他就这尿性，收盘三大指数全线红盘报收这个上证指数涨0.43%，深成指涨0.16%，创业板指数涨0.48%。唯一不足的又是成交量呢。两市沪深两市成交量大概1.1万亿跟昨天差不多略低一点。上涨的家数是3390家，下跌的是1783家，也就是涨多跌少。这个还是让这个金融消费者比较舒心的一天走出一个低开低走，然后拉出一个阳线。那今天拯救大盘的什么创新医药军工还有黄金股，这个能不能持续呢？很难都是一天行情，这个量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个胡适走牛的这个量还是存量资金在里面搏杀互相割。我们看看这个机构论市新浪证券报道10大机构看后市，6月市场有望回归传统核心资产，新一轮东升西落交易可能很快来临。声望宏源呢说资本市场政策构建了 A 股对宏观扰动的隔离墙。这个他认为二季度A 股处于中枢偏高的震荡市，总量和结构性机会都受限。A 股要重回结构牛，这个记住了是结构牛，还不是 A 股整个的牛市。要出现结构牛，仍依赖于科技产业趋势突破。国内 AI 产业链、具身智能、国防军工是重要方向。另外，并购新规与创投一级市场融资拐点相叠加，中期势必会贡献更多新经济高景气细分。财通证券说6月市场有望回归传统核心资产，景气预期修复，小微盘情绪高位，市场有望回归传统核心资产。什么叫传统核心资产呢？他没有说东吴证券认为新一轮东升西落交易可能很快来临，而经历了一轮调整后，性价比再度凸显，且近期将迎来密集产业端催化的科技成长板块，将会是重要的交易主线。银河证券认为这个预计6月 A 股市场将呈现震荡上行格局。中泰证券认为，内外扰动交织下，市场如何演绎呢？叫维持高低切换的观点，对于科技板块保持相对乐观。总之这大部分都是叫谨慎乐观或者叫偏乐观的一些观点。具体的是看好科技板块。我们再看看这个股市乱象就是炒股监管部门对这个券商炒股对券商的员工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但是有人不信这个邪。今天这个新浪财经有一篇报道说，华泰证券投研系统建设负责人偷看公司股票持仓炒股。这个华泰证券自有资金或者是这个他们这个理财产品到底买的什么股票，持了什么仓位，这个都是你不是谁都能看的结果这个投研系统建设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偷看公司买的都是些什么股票。根据报道说，华泰证券投研系统建设的负责人邵某偷看公司自营账户股票持仓炒股总体亏损，说一次盈利19.39万元，一次累计买入3.47亿元，卖出3.45亿元，亏损262.6万元。你说这叫抄作业，居然还不如自己考得好，就你自己胡做吧，还能做个20多分，你一抄作业抄了个10分，你说这事找谁说理去？完了这个还得处罚呀！详细的内容咱就不说了就是这个事情，你说关键是这个华泰证券的自营账户里面那不亏得更多吗？就人家抄的都亏了，那他自己那个应该更亏损更大呀，这不是高级黑吗？还有一个说中信证券原信息技术中心高级经理李海鹏偷看私募基金，用妻子和小姨子账户炒股盈利213万。你说这叫什么事？中信证券呢那是头部券商，信息技术中心高级经理，他这回好了，他学精了人家不看自己家里的这个自营股票，不去偷看那个，人家偷看别人的，偷看一个私募基金的。完了他用他老婆和他小姨子的账户炒股，他赚了213万。你说这个两下一比较，这人比人气死人了。一个是抄自己家的赔了261万，一个是
抄私募基金的赚了213万，反正两个都违规啊！这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在这儿充分体现啊！你说监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严令啊，这个券商员工啊不得炒股，你看他们的闲着法绕道啊，不仅炒股，而且还要抄袭，利用各种手段，不择手段的，关键是抄了还输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证监管局啊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啊，邵某于2008年7月至2024年7月在华泰证券任职，2023年1月6日至2023年11月10日作为投研系统建设负责人，获得华泰证券什么系统访问权限，可实时查看自营账户股票持仓、投资建议书等未公开信息。在上述期间，邵某通过华泰证券 OA 系统登录984次，平均每天登录4.66次，这个登录次还挺频繁的啊，一天要登录将近5次啊，获取自营账户持仓股票名称、数量等未公开信息。然后在这个期间呢，邵某控制杨某证券账户进行交易，该账户与华泰证券自营账户趋同交易58只股票，买入金额3153万元，趋同买入股票占比73%，金额占比59%，盈利19万。当然后来啊，2010年1月19日至2024年，我的这个15年间啊，累计买入3.47亿，卖出3.45亿，亏损262.6万元，罚款30万，没收违法所得19.39万，总计啊一共是罚了88万，太惨了。那个中信证券技术中心高级经理李某呢，这个他赚的213万被没收，再罚款213万，叫没一罚一啊，一共是426万。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啊，这个可以说是屡禁不止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赌场管理都是这样的啊，赌场不允许自己的员工参赌啊，这符合赌场的一些特征啊，这也是赌场啊对员工的一种爱护和保护啊。那有人就说了啊，对吧？抄别人炒股不行，那委托别人炒股行不行呢？今天这个极目新闻呢有一篇报道说，委托网友炒股8个月亏40万，男子状告对方赔偿损失，法院判决啊，说自行承担40%的责任。山东沂南的王某和李某都是某炒股群网友，你说群友啊，以股会友啊。王某听说李某具有丰富的炒股经验，便把自己的股票账户和密码交给了李某代为炒股。你看看，像极了胡一静老师啊，没事就跑去参加什么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股市这些大佬的聚会，什么私募基金经理啊，炒股散户牛散呐，对吧？他们聚会，胡一静老师跑去像个小学生一样的在那听，然后觉得谁很厉害。这个王某就是这样的啊，在股票群里面就觉得那个李某啊，那太厉害了，膜拜啊，估计是李某太能吹了啊，只说自己赚钱的，从不说自己赔钱的。那王某就非常仰慕他呀，觉得自己老是听他的不行啊，太耽误事啊，干脆啊把股票账户和密码都交给李某，让李某就直接帮他操作，代为炒股。完了啊，这不是白帮忙啊，王某承诺把利润20%分给李某。这个李某啊也很豪爽啊，非常有信心，说啊亏了钱算我的，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是这个口头承诺啊，保本。亏钱算李某的吗？好，2021年12月至2022年8月期间，王某委托李某炒股，累计投入资金60万，结果亏损40万，这简直是卖家秀和买家秀啊！你听他吹，一个个的都很厉害，结果一操作不是这么回事啊！不到1年时间呢，这8个月时间就赔了40万，赔掉2/3呀！王某便要求李某赔偿损失40万元。沂南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亏损后仍作出保本承诺，并且3次伪造账户信息进行虚假报告，所以李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追求高额回报，无视股票市场投资风险，主动要求李某更改账户密码，自行放弃对股票账户的监管，也有过错。最终判决李某承担60%的责任，赔偿24万元，王某自行承担40%责任，就是64开啊。说实话，我以前炒股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不是我找他啊，是人家主动找我。这个人据他自己介绍啊，但是也有别的朋友介绍，说他是监管部门的，他知道哪只股票要重组，因为重组必须到他那儿申请啊、报备啊，要去那个走程序啊，他们从内部就知道哪只股票要重组，停牌之前就买进去。然后呢，
告诉我啊，因为他这个消息不能泄露啊，但他操作方式就像这个吉木新闻报道这个王某和李某是一样的啊，让我把股票账户钱对吧放在里面，把整个账户密码交给他，他来操作。我一听这就不靠谱啊，这不就是诈骗吗？赚了钱五分，我说那赔了钱呢？人家说怎么可能赔钱呢？这种钱不能挣啊，挣了你恐怕也花不了。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静老师啊，胡一静老师今天发了一个微博啊，他对当下的一个现象进行了一个评论。什么现象呢？就是当下有很多人呢，在不同的这个岗位，在不同的领域，冒头，也就是突然表现很优异，一表现优异一冒头之后呢，就被网友发现，网友就开始刨坟，叫追根溯源。针对这一现象啊，胡一静说啊，他说在国际或一些特殊场合有成功表现的年轻人很容易被骂，这样的琢磨不定成了国内互联网的高风险。说那个登上珠峰的17岁男生被报道后，评论区里骂声一片。他接着出了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女孩又被骂。他说舆论场啊对社会公平存在焦虑，这当然是深层次原因之一，但是把绝对公平当公平，由此衍生出各种挑剔，在互联网上肆无忌惮，同样是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很难预知的一些偶然因素。获得了好学历和有成功表现的不都是董小姐？准确说，董小姐那样违法违规一路绿灯的是极少数。去协和及中日看看，那里的医生有几个不是经过自身奋斗站到重要岗位的？说再去北京各大部委和令人羡慕的机构看看，小地方来的以及普通人家的子弟是不是占了绝大多数？他说不能因为出了一个董小姐，就让每一个看上去幸运的人都面临高风险。不能看到别人成功了，就首先认为家世帮了他们。这种狭隘的认知加情绪，如果获得道义的强势，随时可能找理由喷发，就会拉低网上舆论的品格。如果他们偏执的反对开放思想形成呼应，就可能形成更大危害。中国社会要往上走，逐渐在开放中往世界的上游走，我们就要乐见世界各个过去被西方人独占的场所出现更多中国年轻人的身影，我们对他们鼓励要多如挑剔和质疑。一名学生在哥大毕业演讲获得国内好评，这就很好。国内舆论场不应带着我们的偏好对在国际场合表现做过度严厉的审视，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在外面的年轻人。年轻人在外面发言，首先要对现场效果负责，我们不应强加给他们说每一句话，但担心国内反应的紧张感。胡一静老师又在这和稀泥啊，这个转移视线啊，对吧？然后这个把这个本来是这个矛盾，他把通过他的这个七绕八绕绕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网民啊，对这种事情啊，这种表现出了愤怒，甚至啊有点确实网暴的意思啊，就是刨坟呐。这个胡一静说是源于一种对公平啊焦虑，而且是追求绝对公平。这是胡一静老师，这是第一个啊混淆视线。大家为什么对这种现象那么愤怒呢？主要是涉及到腐败、特权，是对腐败和特权的愤怒，而不是对什么绝对公平。大家都知道，你这个社会你很难说有什么绝对公平，你每个人都依法都守法守规，那就是公平。问题是韭菜被迫啊守法守规，他有人不需要守规的，有人不需要守法的，对吧？他可以法外开恩呢。所谓的社会公平啊，绝对公平，首先是每个人都得依法办事，你都依法办事就公平了。我也依法办事，你也依法办事，那我能力比你大，我多赚，那是应该的，对吧？咱们都是依法依规办事就行。问题是这个社会它不是这么运作的，那些很多混得好的，他不是依法依规办事啊，对吧？他是通过贪污、多吃多占、权钱交易，对吧？通过4+4，我们对那些，对吧？凭自己能力，你这小镇做题家，你刷题刷到清华北大的，没人说他，你顶多说他就是天天刷题。这和那些通过什么歪门邪道，对吧？先把自己的户口、把自己的国籍转到一个什么生济祠，在那儿完了这个通过这个外籍学生这个身份又回清华上学，他都不用参加考试啊，随便考考，对吧？大家痛恨的是这种现象，对吧？大家痛恨的是有人啊，通过花钱包装或者是花钱，把他抬到珠峰上，完了这回来就能保送上清华。大家是对这种现象痛恨，不是对人家上清华就痛恨。哈佛也一样啊，你能上哈佛，那是你厉害啊，或者你家有钱，这都没毛病。大家所担心的，大家所痛恨的是他通过，对吧？国内自己的资源，就是叫公有的资源呢，以公谋私，对吧？去上的哈佛，对这个比较痛恨。当然，这个哈佛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啊。就是说，上哈佛的或者在国外上学的中国人多了去了，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遭到别人质疑，对吧？质疑还是因为他的身份
特殊。他爸是什么这个协会的什么基金会主任，那人家就怀疑啊。如果他爸是个农民，那你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对吧？他靠自己勤工俭学或者靠自己打工去的，或者说他爸是马化腾，那人家去了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人家就是有钱，对吧？花了几个亿在美国买了一个学位，又能怎么样？所以说啊，这个胡锡进啊，他纯粹就是在这儿扰乱视线，对吧？大家不是对社会绝对公平的这种焦虑，而是对这种特权、以权谋私、腐败。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吧，对吧？这在过去的时候，为什么牛马韭菜不太关注呢？因为这韭菜发现通过自己努力啊，好像也能实现自己目标，对吧？你从小县城、从农村来的，你通过努力也能在杭州啊、深圳啊，好像混得不错，所以大家都玩命的，对吧？从自身找原因，你要混得不好，你说你啊，你没努力。但现在发现这个路啊越来越窄，你怎么努力都不行，最后还面临要失业，完了这个按揭贷款还不起，完了最后你也找不到下一份工作。焦虑，就这个时候，就像那个猪呢，发现自己槽里没有吃的了。这当他发现自己槽里面还有一口吃的，他就闷头在那吃嘛，不就这个道理吗？但他吃完最后一口没有了，他回头一看，抬头看一个，喂，发现别人槽里居然还那么多吃的，为什么？吃的还不一样，对吧？人家开点小灶，这就非常生气啊，大怒。哎，如果你在这边槽里再给他添点食，他又开始低头吃了，不在乎别人那吃了什么东西，就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他的路被堵死了。这胡锦老师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对吧？在这搅浑水啊。咱们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啊，就是对那些在庙坛之上的离自己特别远的那些巨贪，大家都是抱着看笑话吃瓜，对吧？说他贪了上百亿的，他不觉得跟咱有什么关系。我们反而对那些身边的小贪更加这个叫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小贪确实妨碍到你了，他就直接的妨碍到你了。那些巨贪他好像没有直接妨碍你。说到这个搅浑水啊，还有一位大师啊，对吧？就是司马南老师，他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但是网友啊也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方式啊，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哎，他已经消失了有一段时间了啊，沉寂了，但却意外走红啊！大家看视频啊。今天是2025年的5月29号，在妙峰山一带旅游第二天呢，我们在这地方发现了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呢叫古山村。古山村历史上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进来之后发现，这是我见到的北京郊区旅游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全是人文景观，全是农耕文明，全是过去历史上的遗迹，现在集中打包在这儿了。今天呢，我特别意外的邂逅了他们这个山村的打造者，我们的老板怎么称呼你？梁国春。梁国春，大家记住，梁国春，国家的国，国家的国，春天的春。哇，这个小村占地1000多亩啊，1000亩，1000亩。哇，这么多的原来的拖拉，这是天津拖拉机，这是天津的啊，那么多的，我看它磨盘多到简直是几万块磨盘，我们都给它做成台阶和步道，往里走越来越多。太漂亮啊！这个地方您打造了几年？打造了10几年。现在北京人对这个地方都比较了解了，是吧？4A级景区，4A级景区啊，来的人呢都是一个那时候呢是老人和孩子，近期来的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团建啊，抓革命促生产呀！慢点，没事吧？哎呀，司马南老师啊，这个已经有几个月没见了吧？但是他的声音啊依然那么熟悉，抑扬顿挫的啊在介绍。当他说到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这个惩罚从天而降，这个不能不这个让人这个感到这个好奇啊。有人说司马南老师是不是策划的？因为他每次一摔跤，他就流量特别高嘛，对吧？第一次是在美国，对吧？硬刚美国电梯。自从那一次啊，司马南老师硬刚美国电梯打了个平手啊。为什么说打了个平手呢？也就是他脑袋没事，那电梯应该也没事，对吧？双方反正打了个平手嘛，谁也没战胜谁。但实际上从那儿开始啊，这就更加坚定了啊。司马南老师他认为美帝啊在走下坡路了。美帝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第二次硬刚，对吧？那是在西安吧？这个他夜游那个什么大唐不夜城，在那个商店门口啊表演了一次，叫膜拜。那一下后来在网上就火了嘛，大家还有印象吗？所以说啊，那有人就怀疑他是不是叫路径依赖嘛，对吧？他已经远离了互联网，对吧？他从这个网上舆论场中消失了。他为了回到啊人们的视线中，所以策划了这场这个摔跤，所以这个视频就爆火啊，到处传了，对吧？以这种方式回到大家
的视野。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啊，我倒是觉得这种可能也比较小吧。我倒是觉得他摔跤恐怕是跟这个一个是年纪大了，毕竟70岁了，这个运动能力啊，这个协调能力，这个叫什么？应该叫感统能力吧？那是肯定会下降啊，得服老，对吧？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下降，也就是他不能判断他那个后脚啊有没有跨过，能不能跨过那个绳子，所以一下把自己带住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恐怕跟这个机能下降有关系，对吧？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个实验。你身体状态好的时候，你不需要说故意要去看那个绳子有没有卡过来，有没有迈过来，你这自然知道。但是当你身体状况差的时候，你还真容易啊就误判，你腿抬的高度不够，你以为够了。第二个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是司马南老师啊讲到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他是悠然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激素啊情绪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就嗨啊，高的点的时候他注意力就没有注意到脚上，他进入一种那种状态，一提到这个口号就热血沸腾，发自肺腑的一种，对吧？一种追求啊，对吧？所以当他喊出这一句的时候，他那个整个的注意力都在这一句，还有一个下一句吧，他想表达什么咱也不知道，结果因为注意力不够啊，对吧？全部转移在那个斗争上面，抓革命嘛，促生产，结果哪知啊，天作有雨啊，人作有祸啊，都70了还不忘记阶级斗争啊，还想搞那个什么一大二公啊，还想走集体，这个某种程度上就对他的一个惩罚，一个警醒呢。当然了，这也是啊帮助司马南老师啊完成了啊又一大壮举啊，前有对吧硬刚美国电梯，今有啊硬刚社会主义这个水泥地，都是硬碰硬的，都是硬怼啊，坚决不绕着困难走，坚决不什么像特朗普说的，哎，我看见墙我绕，这司马南老师这一点比特朗普要厉害啊，坚决不绕，叫迎难而上。祝这个司马南老师啊也早日啊恢复健康。听那个声音啊似乎是骨折了，这个7老8十了啊，恢复起来要一段时间，能不能完全恢复好不一定，毕竟年纪在那儿，伤筋动骨100天啊，他这个恐怕要半年吧。按道理来说啊，司马南老师自从被有关部门啊打击了之后啊，他应该有所收敛，真正的做到啊就是自己在那儿练字，对吧？不再到处作妖啊，应该收敛啊，但是他还不收敛，所以这一次对他又是一个教训，一个警醒啊。如果他还不汲取教训，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祸事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